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号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这边一开始先来看亚洲冬季运动会好消息。台湾女子出兵选手陈映德伫咧出兵拼紧100米的决赛当中是拼到铜牌，这也是咱台湾参加8届冬季运动会以来第1块奖牌。 这几年从东升转到出兵的出轮溜冰选手陈映德，比赛进前和教练评估有机会摕奖牌。在竞速出兵女子100公尺比赛，伊排第7组出发，甲日本选手共组竞速，最后10秒51的成绩成通过终点。在所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名第1。虽然后来陆续和2个南韩选手超过，不过最后摕铜牌，甲金牌选手差不多0.01秒，也是台湾过去参加8届亚冬运以来第一摆徛起颁奖台。在女子冰球复赛，台湾队第3战对决强敌南韩，这场比赛关系是不是能维持晋级决赛的机会？第一节南韩火力全开，拍入全队第1球，不过台湾门将池子婷全力守住对手进攻，也让台湾队有信心，在第2节继续找出反击的机会。 这一摆后场清球出来向前上18号叶慧珍，一打击到门将头前，真水拍入这一球，双方1比1。这一球让全队的气势弄起来。门将池子婷继续发挥，前2节有54摆射正，全力守住53球。 高决胜时阵，台湾女将游玩是方式反击，南韩继续是猛烈攻势。这摆南韩队攻势到台湾球门后边，第1摆无拍入，搁拍第2摆，裁判最后启动电视辅助判决，认定进球有效。南韩队搁1摆摕到1球领先。2分钟之后，台湾女将到门前顺利入球，搁1摆满平战局，不过2比2平手，特别进入延长赛。不过南韩队最后2分钟一直找机会，最后15秒上演绝杀，拍破台湾大门。最后台湾2比3输给南韩，吞预赛第2摆无缘晋级前4强。不过也让观众看一场惊险刺激的比赛。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第3波的寒流到规，这全台湾拢是零4四，云林、以北、南投、宜兰、花莲、甲台东、金门，这温度是都有可能佮降到6度以下。按算到明仔透早，这气温才渐渐回升。 这边透早全台平冷，台北大屯山规个蒙蒙蒙，爬山的人风寒装备穿得好，希望看到山顶的雪景。今年第3波寒流来袭，位于北台湾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有机会降雪，因此呢，今天早上在大屯山这边就有许多登山客特别过来登山，也想说看能不能顺便看到雪景。一寡游客特别早起，慢慢爬上山，要骑脚踏车的人唔惊寒流，目标攻上山顶。要民众带爱犬爬山，阳明山国家公园因应可能的落雪。 毛做3阶段交通管制，可惜山顶的温度、湿度无达到落雪的条件。有看到雪吗？没有，白蒙蒙啦，都蒙呢，哎呀，上面它3度啦，它3度呢。那让狗狗这个天气它 OK 吗 ？OK， 它本身才前那个3层毛。可是去年来的时候有看到啊。 但今年这样看下来，好像机会是不太大。对。同款伫台北的7星山、东方甲主峰的山顶，这边透早有观测到一寡米雪，海拔较悬的宜兰太平山是落米雪，大片树蛙拢结冰，规个山变做银白色的世界，民众欢喜翕相，好心情拢写伫面的。下雪了，好兴奋哦！第一次来这个雪。早上的时候，因为低温持续，而且目前有水汽，所以大约在8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游乐区就下起了冰线。请各游客已经落雪合欢山区民众规定上山休息，无论停车场大客满，警方启动交通管制，呼吁驾驶爱注意行车安全，车辆细人爱把握好。合欢山武岭地区停车场已满，那本分局呼吁上山民众应该要审慎评估。这波寒流让全台气温降正低，本岛冷叽叽，气象署预估寒流会持续到7月，后礼拜一透早温度再慢慢回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NCC 宣布对这个月开始，对各国网站买来第2级电信管制射频器材会加收审查费，一案是加收750块，包括手机加连线、耳机等等这些物件。
也是家己出国炸回来5件以下就唔免收。再来是中国时报，实质市长高虹安这阵是因为立委任内诈领公款这案，目前是暂时停职。第一审是判7年4个月2审庭审等待实现申请的结果。如今宪法法庭已经裁定这申请是不受理，这也是宪诉法就落3年以来的头一届。这法官申请实现1个月内的退回，搁再开审的案例。最后是联合报，民众党选党主席昨是第一场政见发表会，吴国昌对决蔡壁如。蔡壁如主张讲，面对即卖朝野冲突，想要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食咖啡大和解。也吴国昌是讲，希望民众党会当对即卖一人政党行向全民的政党。讲到即卖朝野大罢免，昨国民党的青年团是罢免团体，是甲2836份的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这提议书送到中选会。也将华茂罢免团体是讲要罢免国民党立委谢宜芳，当时联合这家人罢免谢国良的团体来9声势，你睇第一关的这连署过关。罢免吴思瑶，国会要除谣。大城法口号由国民党青年组成的罢免团，七月透早送到2836份罢免立委吴思瑶的提议书到中选会，各话要求台北省立委吴思瑶甲吴派益落台。它造成的是台湾政治的一个乱象，它形成的吴思瑶现象，就是让整个民进党。让整个现在的执政党都喜欢造谣。罢免吴沛忆、吴思瑶的这同一组的团队，他们都是国民党背景，他们都有个人的选举意图，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各项说法跟论述。另外，进前送交吴派的罢免案，由青年军吴思吟担任领衔人，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做被捕领衔人。说因为张延廷伫网咖失窃未满4个月，无符合被捕领衔人资格，地数可能会互人全部退件。吴派也讲会一步一脚印，争取民众支持，袂放零。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个资，我认为这个事情不要说，由中选会去认定，因为我们要尊重中选会。如果说是根本不住在中正万华的人，那甚至对中正万华也不甚熟悉，那就来在这边指名道姓，然后甚至提供很多不实的资讯，我觉得这个对民众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困扰。全台大罢免，中法官唯一的国民党立委谢宜芳罢免的罢免名单，中法官罢免团体传好地等，七八家家人的罢免团体做伙话罢免缺一不可，招民众冲关连署分数，并第一阶段条件达标。等过完新年再来处理这些事情是吗？大家都元宵节快乐，现在还是新年期间。那如果国民党继续这样子乱搞恶搞，然后去做许多不符合人民期待的这些动作，伤害到国家跟社会的利益，我想民进党永远都会跟公民团体大家站在一起。算到目前，中选会拢总收到36案罢免案，其中33案是立委的罢免案，2案是县市议员罢免案，1案是县市首长的罢免案。对全台湾持续伫大罢免，中选会呼吁各级选务机关加相关的行政单位一定要依法行政，确保选举罢免程序公正甲合法。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关心，即马惊动全国社会高雄连环杀人案。目前在警方呢已经确定有3个人遭受不幸，除了2个是通报失踪的负责人，还有1个就是嫌犯家己的大嫂。这专案小组是继续咧找找线索，嘛送检来比对。监察人员甲为水底浮起来人体组织带入塑胶袋内底，高雄连环杀人案持续咧侦办。伫个侦缉案找到受害者的正手了后，专案小组七八持续出动。驶树林艇沿前镇河往高雄港的方向超找，早起已经找到11块人体组织。警方追踪现场的嫌犯的行踪，发现伊犯案了后，拢会挂黑色的袋仔去前镇河金江桥迄块袋仔第5水路的所在，甲尸体弹掉。消防人员这3天小连续伫个前镇河第5水路往高雄港的方向，也阁有25、26号码头迄块袋仔。发现部分的人体组织，显示遗骸已经漂流差不多1公里远，嘛增加敲找难度。靠近国宅这边的100公尺处啊，有寻获
这个人皮组织1块。那在这个25号及26号码头船坞这边，我们打捞到了大概10块的这个人体组织。这个命案目前已经确定有3个人死亡，除了1月份到2月份受害的左营姓张的负责人，甲男子姓赵林的负责人，就连嫌犯伊姓黄的兄嫂嘛去互杀害。警方调监视器确认，这个姓黄的负责人是去年11月29中昼去甲姓张的嫌犯坚定的徛家，了后就失踪。有熟悉这个嫌犯的民众讲，伊那像是拄到经济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有缺到钱，因为他之前有一直讲说他那一间公寓要卖掉。这2天找到的人体组织还佫当地比对，消防人员下晡驶树林艇继续敲找，因为包括嫌犯的兄嫂在内3个受害者，除了第3案的受害者有找到部分的遗体，因那伊发案的工具，还佫有2个受害者的遗体拢还未找到。除了持续敲找，检警嘛希望会当赶紧让嫌犯讲老实话，理清发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拜五的下暗，苗栗的三义是发生一件家事爆炸案。这查甫人那就是因为食酒心情歹，伫咧处理到乌白搭物件，佮开家事来造成爆炸。了后伊的老爸佮走入去内底找人，嘛去互玻璃挂掉。这2个人拢送病院。门窗恐崩甲严重变形，玻璃是脆鼓鼓那个龟头卡。苗栗县三义乡盛兴村这位透天面体，7号暗时7点多发生起爆案，爆炸的威力是大家将厝内崩甲乱七八糟，物品是东倒西歪，卡顶也有烧臭火大的分裂。现场有3桶瓦斯已经去搬甲户外。这个也是，就它总共有3桶，2桶。应该是2桶在使用中，1桶备用。警消表示，29岁吴姓男子一个人伫咧厝内啉酒，疑似因为酒后情绪袂稳，乱摔物件。吴母看到情形出门找吴父，但是2个人也未倒转来甲厝，吴男就点瓦斯，造成头部甲肢体烧烫伤。吴父入去厝内查看的时阵，去玻璃挂着伤，2名伤者拢送医治疗，无性命危险。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现场一片狼藉，然后外面有3桶瓦斯桶，人员送去医院，然后儿子的伤势比较严重，对声音有反应。警方将视吴男就医状况于侦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强调，详细事发原因也佮有待调查厘清，会看吴男就医的状况，后续以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苗栗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巴西圣保罗市中心，拜五是有一架小飞行机摔来，佮击到一台巴士。目前所在是包括飞行员在内有2个人死亡。另外，伫美国的阿拉斯加是有一架这载客飞行机载落去弄到海边，这顶悬10个人，目前是生死不明。伫巴西圣保罗西边挖近市中心的巴拉方达市区道路，规个如苍苍。一台国航空 F9小飞机，测试为附近的马特私人机场起飞，本来要飞去南部的阿雷格里港，不过无偌久，就因为不明原因煞近地飞行了后，就在伫遮。现场咱看到飞机弄甲破鼓鼓，当时飞机的残骸佫扫到一台巴士，嘛波及一个骑机车的人，也甲其他过路人。监视器点悬，一旦看到飞机载落来时阵，引起一粒火球甲火焰，火烧甲正猛。当地州长透过社群媒体指出，代志发生迄当时，这台飞机顶敢若2个人，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飞机所有者。这2人已经伫飞机爆炸时阵当场死亡。Conseguimos controlar a situação, tendo 6 vítimas aí no local e 2 óbitos, segundo informação do Corpo de Bombeiros. 巴西过去几个月发生真侪件小飞机失事的事件，敢若1月份就有20件，累计有8个人死亡。伫美国阿拉斯加一台北联航空单延任奥伦普罗佩纳区间班机，测来为乌纳拉克利特起飞，移动去西部的诺姆。飞机顶有载9个乘客甲1个飞行员。飞机起飞较无1点钟，就甲塔台失去联络。搜救人员伫测试诺姆附近的海边顶发现飞机的残骸，证实都是北联航空失联的班机。When the air crew located the wreckage, they lowered 2 rescue swimmers to investigate the scene. Those rescue swimmers are out on the ice,
they were able to see inside the aircraft, and they saw 3 individuals who were unresponsive without any signs of life. 海华巡防队表示，其他7个乘客好亲像卡伫机身残骸内底，国家兵站无稳定，特殊救援真困难。为飞机受损的情况来看，人员遵活纪律无大。诺姆市长伫记者会报告这件事件时阵，佫讲甲后甜，为罹难者甲家属感觉遗憾。目前有关单位也佫伫调查代志发生原因。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川普就任发动这关税战争，即马是搁在放声讲要对台湾生产的半导体产品扣100%的重税。咱的经济部长郭志辉是强调讲，台美的半导体长久以来拢分工合作，这美国嘛有摕到好处，会搁派人去美国来探问，敲一看卖。美国总统川普登回北京了后，发出上近2月中会对晶片加扣关税，佮讲要对台湾生产的半导体产品扣100%高关税。咱的经济部长郭志辉透露，咧规划派相关官员去美国华府沟通，根据了解，人选可能是主管部局的处长江文玉，加散发署副署长陈佩丽。到美国去，那尽量跟这一些川普周边的人士，我们跟他们做一些比较好的解说啦，哈。台湾是美国最好的这个伙伴啦，大家在彼此的认知上面，不知道说半导体制造是这么的这个风险这么高。郭志辉强调，台湾无偷走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台美半导体当年分工相大的业者也是美国品牌这边。在新团会董事长谢金豪指出，扣关税对台美科技产业拢会造成伤害，台积电应该甲川普建立沟通桥梁，化解对台积电误解。台积电的海外董事会呢，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对川普政府要释出善意。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主动邀请川普来参观亚利桑那厂，加强美国的投资啊，大概是已经无法改变的趋势。对川普宣布下礼拜要对真济国家扣对等关税，台湾也毕竟维持目标执行。郭志辉表示会参考日本做法，比如增加对美国买天然气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特别是在日本的这个参考哈，因为他对能源他有他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心了哈。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部分能够满足美国的这个需求。在川普贸易战2.0气氛之下，郭志辉也表示，经济部会运用各种管道甲美国沟通，加透过专案服务小组伫美国成立投资贸易服务中心这方式协助台商营运，各公布强化台美互惠互信供应链。记者综合报道。因若针对要开放中国人组团来台湾佚佗，咱的陆委会是主动透过影音平台来向对方来发声，讲到应该来遵照观光小两会来讨论。这陆委会上新的消息嘛指出讲，这中国军当咧拼现代化建设，不过联合作战应该也是因的弱点，目前是也无拍台湾的能力。我们希望两岸的观光事项务必透过小两会。也就是台旅会和海旅会双方协商，而不是贸然的开放，避免观光的噩梦再次发生。面对中国各台办批评当局，竟然用小两会沟通的名义，阻挡中国的居民来台湾旅游。陆委会真罕见主动透过影音平台来发声，甚至连参数嘛亲身出面来说明。陆客来台观光之后，我们过去记忆犹新的状况会不会再发生？也就是热门的观光景点，好多游客，价格也抬高了。品质也稍微受到影响，民众的忧虑，我们也似乎应该要找出好的方法来做解决。根据了解，林培军参事嘛是现任国安局局长蔡明安因牵手，强调两方应该透过小两会协商，直接双方观光的政策。像是上新一期的中国经济规模指出，中国军方正在加速现代化的建设，提升战争的能力。不过，分析中国军方联合作战面临多年的困境，也就是前到当也未甲无共领域作战的军兵种结合做伙，建立完整的网络体系，所以并无拍台湾的能力。中共它这些军力的发展，我们还是不会掉以轻心的。特别是习近平所强调的新质战力，也就是借由各式的无人作战系统，包括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日前被发现的无人水下潜舰。因此，在面对中共未来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的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
军事专家认为讲，面对中国要是需要料敌状况，因为中国军方持续用武力来威胁。国防部公布初7侦查到11架厝的中国军机，8架厝的中国军舰，还有1粒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因为当地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就破幕，甲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以武力各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所以总统也强调伫社群媒体铺文感谢，表示咱国会继续甲美国、日本也有全球的同伴来合作，促进区域和平甲繁荣。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台北国际册展的民众除了会当看册买册，嘛会当来趁机会来了解公民议题。自2017年开始，就侪 NGO 团体会做伙来合作，伫咧每一年册展规划公民册区，来了解 NGO 倡议的方式，嘛了解因的主张。那些受害的人，我们看得到的人，目前还在救援的人，我们要不要正视他？伫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组织的苏建和，过去捌是冤案的主角，是无做定刑了后，才决定投入司法改革工作。苏建和1991年牵涉一条命案，经过几落摆互法院判死刑，落尾才伫2012年得到清白，无做定刑。拜六伊伫台北国际册展分享这段过去。重要是因为家己的经验，家己的经验发觉讲，我之前就是拢无关心人，人嘛袂关心嘛。讲你要去用冤枉到什么地带啊？其实。咱社会责任是重要的。这场讲座是咧台北国际册展的公平册区举行，为2017年开始，就有侪 NGO 团体做伙，会伫逐年的台北国际册展摆搭。今年参与的 NGO 团体真丰富，除了司法改革，是包括转型正义、性别、劳权等等领域，要互观众踅册展，也了解公平议题。倡议毋是只有行街头，阁有足侪方法。其实咱台湾的 NGO 拢有足侪出版品，台湾。多元文化的这个部分，会使透过这届的书展，让大家看到这个部分。负责规划公平册区的台湾劳工电线讲，真侪民众对 NGO 的印象，就是为电视看到因咧行街头，但是其实做议题倡议，阁有真侪方式，卖当大家坐落来好好讲。因希望让大众看到 NGO 议题倡议的无同面向。记者郭文成准由台北报道。中山大学探索实验室大型开创伫咧山坡地来翕探，伫咧高雄基顶的烟花开始椰子拿翕探计划。这团队是发现讲，这椰子树唔但会当防止这山坡地慢慢球体，佫会当来挡强风，有真好的翕探能力，对减慢这气候变迁的速度，应该是有真大帮助。怪兽的椰子树周围参过了研究人员采样沙图，中山大学探索实验室在高雄基顶烟花执行椰林树团计划种60丛可可椰子树，因为可可椰子树唔但均系强劲，能防止沙滩侵蚀、抗强风，平均每一丛树啊每年能吸收25公斤二氧化碳。它不会占空间，又可以抗盐化，然后最重要是这次的台风，椰子树也都没有什么倒，在5年以后，大家可以固碳20到50公斤每一棵，看它得到了养分跟水分的程度。记一般椰子树内底拢是纤维，连根乌起了后，随去记当称重，记录无行大进行适当数据。这是芳水椰子树原本互市府种植基顶山坡，经过市府同意，被研究团队当作对照组。多少？58.6。好，58.6。已经行大真重的菌系样本，被挖做粉算是地规地送一个碳氮分析机，分析含碳量，等于知影椰子树各部位的数碳量。经过太阳日晒，应该说变得很坚硬。这个的话，大约是400多公克。那400多公克，它里面的含碳大约是40%到50%左右。换句话说，400公克大约可以有200克是碳。木那椰子树本身树团、椰子壳也树团能力，团队开创沙坡地树团线内可安算为60丛，拖到1公顷的海平沙坡，种900丛椰子树，有5年树产量应付13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晡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8度至15度。中
东部地区8度至19度，南部地区9度至20度，东部地区9度至19度，外岛地区5度至1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